全球最大嘅室內滑雪場，終於喺9月29號正式開幕啦！我今次去深圳前海呢一個室內滑雪場，會坐直通巴過去，9點喺上環上車，9點45分就到深圳灣口岸，過完關再坐40分鐘車，就到前海室內滑雪場。暫時基本上得滑雪場開放中，其他鋪頭同外圍都仲裝修緊。雪場嘅售票處同自助攞飛區，場內裝修以橙白灰為主，服務質素暫時都覺得唔錯，因為仲係新開，衫褲鞋裝備暫時都好乾淨衛生。lock 卡用 QR code 開關，更衣室位置都好方便，就喺 lock 卡隔離。換好衫出發，入口位隔離有間餐廳。雪場主要有5條賽道，2條好短嘅初級賽道，另外3條就係中高級賽道，主要都係坐纜遮，冇摩氈。場內用嘅板都有啲驚喜，用比較實用嘅 All Mountain 板，彈性都比我預期之內好。新手用我覺得都好夠用啊，唔使再嘥錢去租板啊。所有雪道嘅斜度都好平均，唔會太大變化，所以呢個場係比較適合新手同鞏固基礎嘅人去練習。地理位置近香港，雖然換味唔太重，但總算係一個近近地練習嘅好去處。完。